离港。回来的安检感觉比较顺利，很快就进来了。现在我们找个坐的地方吃早饭。还有一点时间要登机了，现在去给我外婆买一点巧克力。每次出来玩，外婆都是让我帮她带点巧克力。前2年外公还在的时候，我们还劝她呢，就甜的要少吃。但是外婆现在也82岁了，怎么开心怎么来，她想吃我们就买。我们休息的这个地方只有一家店，来看一下吧。上面都是一些酥，这是蝴蝶酥，一些小零食，巧克力倒是有不少，不过这些牌子好像在苏州都可以买到的，属于比较常见的，最好有那种礼盒。找遍了这家店，唯一一个巧克力的礼盒就是这个了，167的，就拿这个吧。买好了，比较可惜，这里只有这一个店。如果有卖酒的店的话，就给我父亲带2瓶酒了。我演出这些年，就是坐飞机的演出啊，我有个最大的感悟，就是越来越人性化了。很多时候不得不为他们点赞，说的就是这2个东西，三弦和琵琶。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，因为飞机啊，大家都清楚，手提的行李啊，它长度是有限制的，应该很多时候是不能超过65厘米，长宽高。而我们的三弦和琵琶几乎可以这么说，全部超标，而且几乎都是超标1倍。我的三弦1米多，琵琶也是1米多，应该是10几年前吧。我外公外婆去日本演出，这些乐器都不能提上飞机，只能托运。被箱子一压，里面的乐器都会断掉。之前很多演员去外地演出，怎么解决？他们会在演出的地点先买好乐器，然后人再飞过去，这个开销就大了。当然，随着近些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广，这些乐器啊，琵琶、三弦、二胡、笛子等等等等，基本上现在来机场只要登记报备一下，你都是可以带上飞机，再也不用托运。准备登机，期待下次再来香港。菠萝叉烧包，味道不错。回去坐的是香港航空，到浦东啦。